新光戲院咧喺阿李居明主理底下咧，真係多姿多彩，而且咧越做越好嚇。咁我有套電影咧都喺度做過首映，哇！真係反應良好，因為好難得咧有成千人坐喺個戲院度齊齊笑齊齊拍掌，呢啲咁嘅感覺咧就係我哋80年代喺新藝城嘅時候喺麗聲海星戲院先尋找翻嗰陣時嗰種睇粵語片嗰種即係嗰種瘋狂。今晚咧我嚟睇帝女尖啊！詹瑞文咧，永遠都好搞笑嘅，同埋詹瑞文今次喺我嚟緊嘅賀歲片《百星酒店》裏邊咧都有份演出，咁所以今次咧我要嚟捧下佢場，咁我亦都學下嘢啊，因為佢啲笑料真係冇得頂嘅。我話俾你聽，如果你能夠今日睇完呢個 show，即刻話俾5個人聽，最少咧，你嘅人生會充滿好多吉祥嘅嘢啊！